大家好，我係鹹蛋哥。旅程嘅第9日，而家係早上嘅8點鐘，我哋先食個早餐，然後準備去下一個景點。上当受騙，您的旅早上9點半，到咗今日嘅第一個景點，車票加門票75蚊。要上樓梯啊！松山林寺位於雲南香格里拉市，係雲南規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嘅藏傳佛教寺院，被譽為小布達拉宮。寺院始建於清康熙年間，由5世達賴喇嘛賜名並主持修建，依山而建，金頂層疊，氣勢莊嚴。寺內供奉眾多佛像、珍藏唐卡、經卷同法器，係格魯派重要寺院之一，亦係研究藏族宗教、建築與藝術嘅重要文化地標。下晝12點05分，又到咗食晏時間啦。呢度天氣好凍啊，所以特別快餓嘅。我嗌咗呢檔嘅皮蛋瘦肉粥嚟食啊！我嘅皮蛋瘦肉粥嚟啊，淨滾滾嘅。呢個青膚麵好正啊！呢度叫千葛麵。好大風啊！3點15分，到咗納柏海大草原啦。喺納柏海大草原嘅大經幡係藏傳佛教嘅重要象徵。五色經幡隨風飄揚，分別代表天地萬物與五行智慧。當地人相信，經幡每一次迎風擺動，都係為眾生祈福，將祝願同經文傳向天地，寄託對自然、生命同和平嘅敬畏。6點半，食晚飯時間到啦。呢個就係我哋嘅晚餐啊！望前邊就可以睇表演噶啦，好有氣氛啊！
木耳都要啊。啱啱加咗碟嘢啊，有肉㗎。香格里拉嘅土司宴源自藏區土司代克禮族，係最具代表性嘅傳統宴席之一。宴會上以青稞酒、酥油茶、利牛肉、藏香豬等佳肴款待賓客，配以歌舞、獻哈達與祝酒儀式，體現主人對客人嘅尊敬，亦展現藏族豪爽熱情與深厚嘅飲食文化。宴席不僅係用餐，更係一種文化體驗，濃縮咗香格里拉嘅歷史與人情味。